即若继续来看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布着明年2024年的总休困日是15天，其中有4届会当享3天以上的年假，那前后搁请家己的地休假参落去，会当休愈久。像农历的过年，若搁请3天，会当连休12天。 算一个月过，特别迎接2024年，欧民众提早准备，已经咧参考请假攻略，想要伫过年时休一个大年假。过年的时候会请，因为我要回老家嘛，对啊，所以长一点时间我会比较方便。同事的压力嘛，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啊，但是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，对，请假是你的事情，工作做完就好。以完成工课做前提，请家己的假延长休困时间，严格安怎请才是上价值。比如讲休上。 天的过年，1月初8到2月14休7天，加上前一个拜6礼拜，总共休9天。2月初5到2月初7，各甲请落，对当连休12天。啊那元旦年假，从1月初2到1月初5这4天，对当休9天。劳基法就是有给假嘛，那在就是规定内的话，我觉得都 OK。实际上请的人可能1成2成左右吧。 人事行政总处公布指控指数放假日子总共有115天。头家阿萨利互员工家己运用，家己嘛透露想要利用假期陪较远的到瑞士出差。劳资双方拢真够拍算放假规划，规年通天总共有8摆休长假机会。清明请3天休9天，中秋双十等等请4天休9天。啊那上长的假就是过年会当连休12天。 是讲，也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休这么济天，也是爱看家己的工课，也有产业的种类来做调整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